身體，何必需要忌諱？就當作懷舊，擁抱是懷念的姿勢，別怕突然越軌，朋友也可親吻額角，見證舊愛的淪落。記憶對我毫無知覺，有什麼怯慌？你怕讓兩手碰着我嗎？難道我質感太差？你發的短信也有策略嗎？以後無需直接講話，喂一聲，這一聲你認得出我麼？這親昵到陌生的經過，我說過最愛抱你，到這日你想閃躲，怕了我，但是我自問我哪有做錯？當日離開我，沒說別接觸這麼多，誰知驚我什麼？不需要不我，聯絡我分享你近況，哪怕無聊一頭寒。據說你亦仍愛幾米，有什麼怕講？你怕讓兩手碰着我嗎？難道我質感太差？你發的短信也有策略嗎？說話無需驗證真假，喂一聲，這一聲你認得出我麼？這親昵到陌生的經過，我說過最愛抱你，到這日你想閃躲，怕了我，但是我自問我哪有做錯？當日離開我，沒說別接觸這麼多，誰知驚我什麼？只願容許我做作的說聲 keep in touch，還想得到什麼？